那这个过年期间，3位新北市长的参选人拢有走行程争取支持。其中，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有一块挂伫淡水的扛棒，竟然甲摕掉。原来是因为风伤透，扛棒有一角落去，才先甲拔落来。那台北市的副市长李树川早起是参加市政府的新春团拜，伊感谢议会照顾，嘛强调讲市民若有需要，伊一定是全力以赴。新年恭喜，马年行大运。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穿西装参加最后一摆台北市政府的新春团拜，因为伊2月底就要辞职，登去新北加入市长的选战。我本来只答应市长来1年，结果他说1年半，结果骗我加倍变3年。所有的市民如果要服务，我绝对会全力的以赴。过年期间，李树川嘛伫走新北行程，另外一边，民众党新北市长参选人黄国昌和网友发现讲，本来伫淡水中山路一块竞选看板消失去啊，引起讨论。因为淡水那边风比较大，然后它有一角有脱落，那为了安全，先把它拿下来。我说用最大的诚意跟善意，然后跟中国国民党推出来人选，组成一个最强的团队，这样的想法。从来没改变过。新北市长的选战敢会南北合作？估计3月双方才有进一步的讨论。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是空前略尽激发，连续发布政见影片，争取选民的支持。这次春节期间，我们走访超过30间的庙宇，参拜祈福，也发布了会做事做对的社群短影音，告诉大家我们确实能够用创新的方式解决大家多年的老问题。年底市长地选豆逼近新北一级的战区，3党继续在拼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